今天我哋要去的係沙門仔，佢係大埔區的一個漁村地區，有碼頭和避風塘。村民會在這個區域捕魚、養魚和製作鹹魚以作保存。我哋由大埔地鐵站出發，經嘅一出口可以搭74K 巴士或者20K 小巴去沙門仔新村。因為是中午時分，所以我哋在就近食嘢。附近只有一間餐廳和2間士多。酒樓的食物質素唔錯，不過想要更便宜的選擇的話，推薦在大埔站附近食咗嘢先再搭車。大埔有很多唔錯的小店，在島同島之間需要行一段山路，然後會到達海灘，行程大概半個小時左右。經過村口，行到公廁前的分岔路轉左，有個藍色的路牌指示方向。夏天有比較多蚊蟲，都有蜘蛛，行山時要注意。一段向下的樓梯之後就去到沙灘，樓梯級的高度差20幾高，所以落去的時候要慢慢來。沙門仔出名的地方是佢有個地質公園，在地質公園可以睇到似梯級的粉紅色的砂岩和橙紅色的岩，源於2疊紀，有2.5億年的歷史。去到沙灘之後打算影幾張相，雖然是陰天，但是光源都算充足。可以在千萬年過去也仍舊挺立，都有些感慨。